最近天气寒，大家食补鸡卵有用较济，价销已经连续2礼拜有较增加。农业部表示，目前咱的产量还阁算稳定，若是有做禽流感的防治，所得来欠卵的机会就较小。防检署指出，今年禽流感的疫情有比旧年较稳定，不过嘛是得爱注意杜鸟这款全球主要的病毒传播者，防疫绝对袂使放任。年终记者会，农业部代理部长陈俊贵查点国内农畜畜产品伫年岁进前稳定供应，其中鸡卵已经恢复产能，价销虽然连续2礼拜起价，不过拢伫合理范围内。伊讲今年禽流感疫情无旧年遐严重，政府防疫应该是袂欠卵。还是更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禽流感的生物安全防护。如果生物安全防护的好的话，我相信鸡蛋缺蛋的机会会非常小。今年爆发禽流感有6个养禽场，比去年同期43场明显减少真多。严格防检署讲，病毒也是经由杜鸟，随时有可能发生。去年国内就采样到8个无同的基因型，对养禽场是真大的威胁。就有这么多种的基因型，然后一种基因型代表一次的入侵嘛，就有8次了，代表说其实冬天发生了这个野候鸟在传播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工作。为了确保生物的安全，防检署经由空翕机检查化制车，相片内底因看到车无确实砍挂，开放一边来传播。即阵已经有13台采花，也是正伫查处。防检署也拍算讲，利用空翕机来检查无甲违反维护防止杜鸟的养禽场。那如果是用空拍机，第一会造成压力，第二那个空拍机的角度不一定会很准，因为从上面拍下来嘛。那当然也是必须要跟业者稍微沟通一下。防检署讲，初步规划是空翕了后，也是请防疫人员到现场去查翕，甲化这车即块亲身来查看。另外，为了掌握养禽场无正常死亡的情形，就也伫强化化这厂的监控，希望大家尽早来掌握，尽早围堵目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